老師會同大家分享一本音樂科嘅好書。咁喺介紹好書之前，先聽鐘老師彈一段音樂。頭先鐘老師彈咗一首夜曲，鐘老師想問下大家估唔估到呢首樂曲嘅作者係邊個呢？ A. 李斯特 B. 莫扎特 C. 肖邦 D. 貝多芬。答案係 D. 肖邦。咁咧今日咧鐘老師就會同大家介紹一本書，叫做咧肖邦夜曲。咁首先我哋咧認識一下肖邦係邊個先啦。咁原來咧肖邦咧就係19世紀浪漫主義時期最偉大嘅一個音樂家。佢嘅作品咧多數都係啲鋼琴曲嚟嘅，因為充滿咗詩意同埋細膩嘅情感，而被譽為鋼琴詩人。佢出生於波蘭，自小就有好驚人嘅音樂天賦。佢嘅作品有好多類型，包括夜曲啦、練習曲、圓舞曲、波蘭舞曲等等。今日咧，鐘老師咧就會同大家介紹一下呢本書入邊嘅第一個故事喎。咁第一個故事咧就叫做《鋼琴詩人與巨匠的相逢》。我哋一齊睇下呢一個故事到底係講咩嘅？為咗研習音樂，肖邦離開咗波蘭，嚟到法國嘅巴黎。喺音樂之都巴黎，聚集咗自各國嘅音樂家。對喺巴黎嘅音樂家嚟講，一定要喺呢度得到肯定，先至算係真正有實力。肖邦從細就開始學鋼琴，對自己嘅演奏好有自信。但係只要一諗到留喺波蘭嘅屋企人，佢就會更加認真去到練琴。肖邦終於要喺巴黎度舉辦演奏會啦，但係冇人對佢嘅演奏抱太大嘅期望，因為覺得佢只係一個由波蘭嚟嘅鄉下人，唔相信佢有幾高嘅鋼琴嘅造詣。但係聽過音樂會嘅人全部都嚇咗一跳，大家都企起身為佢歡呼鼓掌，連新聞都大幅報導肖邦演奏會成功嘅消息。後嚟有個音樂家仲介紹佢係一個鋼琴嘅天才，大家都中意。不過肖邦總係好擔心一件事，佢對朋友講出自己嘅心底話：我呢唔中意喺大劇場開演奏會，當大家都望住我嘅時候，我驚到想逃跑。原來肖邦佢唔中意喺大型嘅場所舉辦演奏會，只中意喺小型嘅聚會入邊演奏。後嚟肖邦認識咗李斯特，當時李斯特已經係非常之有名嘅演奏家啦。同肖邦唔同嘅係，佢好中意喺大劇院入邊演奏。大家都覺得李斯特嘅鋼琴彈得好出色，對佢嘅音樂非常之着迷。不過肖邦同埋李斯特呢，原來一開始都唔中意大家。肖邦覺得李斯特呢太愛表現自己，而李斯特就覺得肖邦太冇用，只敢喺小型嘅聚會裏邊演奏。有一日夜晚，李斯特跑去揾肖邦，並且同佢講想彈一首佢嘅歌曲。其實呢，佢嚟揾肖邦只係想讓佢知道自己都能夠將佢嘅作品彈得好好。於是乎，李斯特就開始彈起肖邦嘅作品，佢用佢自己嘅方式去到彈奏。
蕭邦一路聽，終於忍唔住同李斯特講：李斯特先生，如果你想彈我嘅曲子，就應該要跟我嘅譜嚟彈，因為只有我先至能夠修改我自己寫嘅樂曲。李斯特聽咗之後唔太高興，從鋼琴嘅椅子上面企起身，然後就請蕭邦自己去彈翻自己嘅樂曲。歌曲一彈完，李斯特嘅眼睛就閃住淚光。蕭邦先生，你真係名副其實嘅鋼琴詩人，而我只不過係一個模仿別人嘅鋼琴手啫。幾年之後，兩個人再次相遇，李斯特演奏住蕭邦嘅歌曲。蕭邦聽完之後激動咁樣鼓掌，佢話：真係了不起，就好似我自己喺度彈緊呢首歌咁。蕭邦亦都肯定咗李斯特傑出嘅才能，兩個人最終成為咗好朋友，亦都留下咗好多美妙動人嘅作品。剛才我哋聽嘅呢個就係蕭邦同埋李斯特之間嘅一個小故事。書入邊仲有好多其他關於蕭邦嘅故事。咁咧，值得留意嘅一個地方咧，就係咧喺每一個故事嘅開頭咧，都有一個音樂鑑賞嘅部分。咁咧，佢就會推介相關嘅蕭邦嘅作品俾我哋去欣賞啦。咁同學咧可以一路聽呢首歌，一路咧就去閱讀呢一本書。咁咧，如果大家都有興趣去認識多啲蕭邦嘅話，歡迎大家去到圖書館借閱呢一本書《蕭邦夜曲》。鍾老師今日嘅分享嚟到呢度啦，拜拜。